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原地讲16要去太平岛考察，引起各界关注。国防部则拄啊讲，因做好相关的准备啊。结果，昨国民党团刷个表示，考虑到加长港17立法院有真侪议案要表决，嘛有顾虑到天气的问题，所以按算要延后2天，18才要去太平岛。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调会马文君原本按算这个月16要带19岁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坐军机去太平岛，不过礼拜日头在国民党团会议了后决定延期。这个会期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相关的法案都要表决，所以在这么长的距离之下，尤其在天后，万一有什么状况，大家回不来，也担心没有办法去表决，我们会择期来登太平岛。迷途知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是谁让国民党突然醒过来的？发现这时候去对国家无益，对区域稳定无助。马文君解释，因为日前要第17表决国会改革国安5法定法案，党团总调拨军机，希望全部到位，而且烦恼天气状况可能影响军机起降，可能改做18拜6出发。因为外界质疑改期是毋是甲美国压迫有关系，马文君表示，顶礼拜调遐外交国防立委确实有拜会 AIT， 不过会中无讲到太平岛议题。太平岛周遭的环境是蛮复杂的，那要去是时间可以吧？当然可以，可以控制，我支持。只是我因为个人去过很多次了。国民党军系立委陈英康因为行程问题，无参加太平岛团引起关注。不过强调家己支持顶岛，也认为即马南海情势因控制，国防部是表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我们也希望立委们呢，也应该要考量国安单位所得的建议然后在现在这一个时刻呢做出最好的选择。行政院陈建仁对地委宽照表达尊重，不过指出太平岛就会海峡，因为中国一直侵扰，情势无稳定，呼吁委员爱考虑国安单位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